聪，上万聪大家都同道系动激烈咯，希望都会讲了解小台真正嘅挑战，唔好按着基无按家大家父母才去嘅进图，喊卡挑战下去嘅那个新闻都喊嘛修正咧应用解释，了新闻宣布落范疏通哦，喊卡听讲到就算会鼓励尊重插量，一下天内肉天气方面都受到动态嘅主动，每天啱会请问安尼个专门研究插量作文嘅专家吼。科长我请问，跳下农民嘅问题全部提出来，了啲问题係安尼做得解决的嘛？即我统权又讲到从犯出的问题，我喺强壮的问题吼来讲。我你俩我嘛强壮做世道咧，专门就先总数咧，总好当咧深头价咧卖吼，该卖是见3Q 是3Q， 5Q 是5Q。你话讲当好一只理论吼。你老南埔种出，南埔太出，你见出3Q 是5Q 对吧？你相当你先了解到马啥会人收。哦，南埔其实提出，你来3个月之后吼，你种出来的犯出，可能唔系3Q、5Q、10Q、20Q，今年最好28Q。哦，所以讲提点有机方面，从有机素材，就当冲是来问，你会传100万吼，是否会8到10格小体重的吼？你试个有机种个有机素材吼，结果唔好讲上手啦，5分天以上吼。都是隔天传100万传来到吼，总贩出，我从去问农探界总贩出有机的贩出吼，佢隔天就得买了104万吼，日近26Q， 佢落个瓜园嗰種推南界合作，日近26Q， 最好買近60Q。老二聽我講嘅3Q、5Q， 平平嘅販出。好，科長，你講了係好嘅情況，仲有幾張仲會多。不過教授也有嘅請問，科長國家係當好嘅理的啊。不過對產銷方面，南埔佬誒你北埔地區種出嚟嘅量品質就係冇強用。在這個產銷還有管控生產方面，兩農民去甲做會多嗎？聽到你們剛才有20-20個人舉手說你響應政府的政策啊，結果政府政策有改變哈，遇到這樣的困難，我是站在農民這邊，就是說政府應該想辦法，看怎麼樣來協助你去度過這個難關。因為這一條路我剛才講，就是說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在未來一定要走下去啊。這個過程中呢，會遇到一些這些困難，那怎麼樣去調整？我認為是蠻重要。可是如果調整的失敗，讓未來的想要擴大的人呢舉足不進，這對整個全台灣未來的農業發展是不好的。那我簡單講一下這個整個世界的趨勢了。世界的趨勢是要廢除保價收購制度。日本跟韓國在7年前水稻的保價收購已經廢除了。也就是說，變成自由貿易協定的這個過程中，要怎麼樣提升農業的競爭力？其中有一項就是要把這種保價收購這樣的制度呢，基本上是對提升競爭力是不利的。我現在舉一個簡單的一個例子，在保價收購制度之下呢，你去生產良質米對你是不利的，因為你的價格成功的話是超過政府的保價的保證價格的以上。所以你不必賣給政府，所以政府在你身上1毛錢都沒有出。那另外一個呢，你如果生產的方式你有2種，你可以生產良質米，或者說你可以量產，你可以生產的很多，可是質是比較差。根據研究結果呢，在有保價制度之下，很多人是要去做量產的。為什麼？因為它的風險少，它量產的品質比較差的，他知道生產出來以後量多，他賣給政府。那它可以確保它的收益，可是你做良質米呢，你的管理啦等等的，還要行銷啦品牌，老實講，相對的困難度老實不低啦。最後我想講就是說，你在整個產業你自己做老闆，你要什麼樣的辦法你才能賺錢？很簡單，在我們學術上講，就是你提供出來的產品或者服務，在市場上是有不錯的需求。可是第二個條件更重要。就是你提供的這個東西呢，別人想要學習相對是困難的，因為當別人想要學習相對是容易的，他看你賺錢，他也如法炮製，他也這樣去生產，你最後你的利潤還是會回到一般的利潤，那你還是會承擔蠻大的風險。咱就教授嘅話，從出設計有優勢嘅作物，兩問題都係強調，安尼個求種，到底安尼土壤適合種乜嘅，做得對農民都係講做得有水大嘅收穫利益。這個樣子好。
什么是最有特色的农作物或者产品？市场接受度最高，农民收益最高的，那就叫做特色，那就是市场。好，给各位来参考啊。刚才我们很多乡亲说，我们新屋它比较临海边，它在第二季的生产，它的条件，比其他地方弱，这是事实。要做其他作物是比较辛苦，但是呢，有好的，对不对？说给各位参考一下，我们大园乡的汤家峰，好，它的青花菜原来是从日本引进，它那边我们闽南话叫做风头水尾啊，风头水梅出大园改变啦，风头我们追尾这个地方它的青花菜生产的非常的好。价钱也非常的好，收也非常的好，这就叫做特色。其实你说政府去鼓励他吗？是他自己很努力去做，这是一点。其实他要很认真，他要接受我们农改场的指导，他要接受我们农会的辅导，跟我们的建议，跟政策的走向。这当然比较辛苦。大宗的耕地是比较容易我也不瞒各位讲，你们种田。从前我们家种山，我种柑橘，也有我在山上种番薯，辛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各位好朋友，我们杂粮，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什么样的最好。我也相信我们农粮署会好好的在这方面来做整个最终的通路的一个处理。通路的处理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如何取得这个休耕农地让它消灭？不是为了我们在做自己制度那个地让它活起来种地，不是让我们自己生活。其实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我们的孩子这一块地是他生长的地方，这么的漂亮，我们何不努力一起来？当然政府该做的我们请全力来做，我想我们一起来配合。局长刚刚讲到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要有收获，大面积才能够创造水台嘅利益。所以讲你下讲种呛水也好，种果子也好，做在大面积类当中么，属种了部分做在克服么。扩大定规模是一个必走的路要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这个。那他们现在投资下去的农机都是种不会都是种稻的。我是种稻，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种稻本身的政策并没有说叫大家不能种稻。我们7月4号停止的是新的 A 定的这个种稻区，我们希望暂时停一下，因为当我们在推的时候，是小叶大量刚开始推，所以限制的条件比较松一点，所以没有限制各种作物。但是一推出来，9000公顷里面，9000多公顷里面有8000公顷左右是种稻的，那变成说我们原来休耕制度要调节稻米产销的制度，变小叶大量把它恢复了。我刚刚提到说这个转做的杂粮部分呢，我们玉米一年进口400多万吨那小麦一年进口120万多吨，黄豆进口200多万公吨。我们所有的这个稻田，通通不要种稻，种饲料玉米的话，也达不到40-50万吨。所以产销没有失衡的问题，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量本来是国内需要很多，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地方锁定成首要推动的项目之一？但是我们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地方特产。刚刚曾局长提到的，各个地方的特产，我们这个地方特产我们可以去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到它的面积，掌握到它的种的时间，掌握到品质，大家有利润，我们这个地方特产都是开放的。教授，既然有的是市场，为什么我们却裹足不前？实际的困难是产生在哪里？我想从过去的政策到现在过去的政策是以稻米政策为中心，就是稻米的产销要平衡了。所以从这里，从1984年到现在呢，我们的休耕面积就一直增加到超过20万公顷。那长期以来，我们的观察就是这样的政策其实对台湾来讲是不好的。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在先进国家里面是世界最低，我们现在只有将近32%的这个粮食是国内生产，68%是由国外进口。我们一年进口所花的钱呢，超过3000亿台币超过100亿的美金。而3000亿台币有多大呢？我们的总的附加价值，生产全国的附加价值才2000多亿而已。我们进口的价值超过我们本国所生产出来的这个附加价值。对啊，所以这个政策一定要调整。因为这样子将近有一半的地，你去外面看，你开车子经过都是没有在种植那这个对整个乡村发展不好，因为你没有种植，你没有产生收入，
有相对的很多工作就没有了。比如说你要这个卖肥料啦，还有这个代耕中心啦等等很多的业务是没有，所以这一部分一定要慢慢的要怎么样的一个恢复，我相信这个方向一定要走下去。可是很重要的是，这个方向走下去的时候呢，要怎么样不影响到已经配合政府这个政策去扩大经营规模的这一部分人，就是我想今天在座有很多人是很担心这个。我最后我想要讲的就是展望未来的政策的走向，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不知道未来政策走向，那也有可能同样的问题未来也会发生啊。就是说你不知道可能3年5年以后会不会又有重大政策的这些转变。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未来的这个方向不是细节要怎么设计，未来的方向要扩大经营规模，要降低生产成本，这一条路我想会持续走下去。那对于小地主大佃农，过去在研拟3年前我有参加研拟这样的一个开会，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要扩大经营规模，不是只有少数的这些大佃农，我们扩大经营规模这个制度呢，应该让大部分想要做专业农的，还有想要进入农业的新进农民，他有可能普遍的能够进来以后，能够有竞争力能够扩大经营规模。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未来的农业才能进一步的能够永续发展。那所以说，有关的这个转做杂粮在日本、韩国，他们认为是种杂粮，它的价值不只是那个产品的价值，它还有包括因为你这边有种植，你可以创造就业，还原地方经济，那并且呢会促进粮食安全，所以它是对国家来讲是很重要。你光你去种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他们有所谓的直接给付制度，就是1公顷给你多少钱，因为你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所以过去10几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政府能够研拟这个现代化国家有的制度，叫做直接给付制度。那这个呢，我发现呢，农委会在这个压力之下，他们有积极朝那个方向在走。回应教授的话，署长我也想请问，也为我们的农民请问，如果真的要在积极转做杂作粮方面，希望做到喊卡豆，政府方面是几个提手做得到哪一位呢？现在我们讲，我们在休耕的时候，未来的连休地，我们希望呢种一起，另外一起种植，休一起，另外一起种植作物，我们都给奖励啊。这个就是说，你种饲料玉米，我们同样给你4万5，你种的饲料玉米的所得还是我们大家的，所以加起来会比连续休耕2级做都还多。所以政府这个钱并没有省下来，只是把它原来辅导2期做休耕的部分，把它转移到鼓励去种植我们进口地带的作物，这样在上面去。好，其实你下署长讲到，就是希望了解。除了小提出台田农材那个发放休耕地方面嘅薪资，做啲技术维持下去之外，你也会推动到某年时时推动了解发放休耕地做得了全国有总共5万公顷连两栋都休耕嘅土地，做得天天都恢复几多嘅耕作。讨论到今，大家也看到你下政府所推动嘅农业大政策，就系希望到你下放得嘅土地重新个拿出来耕作，就像大家你下做嘅台田农嘅工作。即系讲到今，你都很发现实际问题冇办法克服嘅，就系讲谈到向里边讲到按到嘅回应过后，迟到冇合意冇合乎到呢啲围绕 Q 嘅问题答案呢？想向亲朋友来卡手，让呢个问题讲出来。因为我们是竹东镇我们问题就是出在那个园区3期征收地啦。我们想要投资，根本就不能投资因为政府要抢我们那个土地啦。我讲实在话，那个强奸我们农民我们要投资，真的是不敢投资。所以说这一点，农粮署还有我们上级指导员还有在座的农民，大家声援我们这竹东园区3期那个征收地，禁止已经民国是62年的时候开始编制征收，到现在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孩子，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快50岁以上的人了，对，几十年的那个经历，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发展，连盖个房子都要去核准，所以说。上级农粮署还有我们上级在座的我们的有降种吗？有，我们种10几架。那个政策政府想改是改啊，农民卖个加100万加1000万啦，伊都投个300-400万啦，伊都实现去100万啦，你国产冇时价，你讲对我讲，一年都50吨啦，系生产过量嘛你进口冇落人到嘛，做对吗？错吗？
真巧米无落人倒嘛，知道吗？这即个本地讲米会上外国真巧系嘛？你已经种下好多米，种下米好食，跟真巧泰国米嗰度便宜米下差冇落来啦，知道吗？台湾比泰国进步多咧啊，知道吗？种即个米是即个米嘛，知道吗？你要走观音，知道吗？哈，署长对不对？你可以建议他们，我们进口少一点。农民种的米假使是好，大家农民是唔会过来干苦啊，知道吗？好，感谢那个先生。来，还有那个乡亲朋友。提白今日了吼，提入大家行提入1公里，有冇见了？新丰大家推广了，小地主大电农大家按机器，挑战的周市人报告安尼状况，政府报奖安尼新丰乡推广都非常的好，称神存千几秒，这突然间提几秒只好，但是呢，再一次鞠躬，有冇见了？大家再一次鞠躬，对不起大家啦，你有冇已经讲了？大家按配合，尽速临时改变。看到安尼新富乡啊，农机啊，卖去5000了，单个就付出700万唔会差，但是大家推翻差不多做4000万，做4000万，大家的负担我非常了解啊。我做农业推广做30年咁样讲啊，大家心上还政府地，所以我今天站在这边，完全是以我农民的心声告诉我们讲啊。但是要大家报告哦，你猜错的所有的状况，记到冇最好的接错哈，你怪记到唔得哦。接受它的重要呢，哦，农委会喺度状况，你喺度接管系是讲呢只接受单位小组员，哦，未来农业，哦，听佢讲唔会差，还大有前途，但是大家还是更加重要的，希望中央呢不要朝令夕改，为你猜错各位乡亲呢无所适从，那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政府推广这个玉米杂秧哦，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呢？政府的检测啦。好，你要讲插秧，现在还不要讲他的说可不可以种，行不行不种。刚刚那个总干事说过，你要适合这个地方，那是第一要件。第二要件是不是？譬如说联合收获机就是说玉米饲料玉米那个哈，还有那个小麦那个联合收获机，一台要800多万。好，谁买？政府买。好，政府说补助你们买，好，我买了，对不对？好，就像小弟子大联农，我收获的问题还有烘干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存在。好，我政府补助你买，好，买到了，种了，大家都很有意愿种了，好了，3年就跟小弟子大联农种稻一样，3年，哎，不行了，也不保证收购，产销又成问题，对不对？是不是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你要我们小地主大联农何去何从啊？好，感谢大家拄到7届意见提出来哦，你哋行业批来请教署长听话农民讲到，其实系讲冇老真桥嘅米分拆到你7届所生产嘅米，当然可能你个品质按蛮好吼，所以那个价值也会非常按好。还有另外还提出，大大呢都会鼓励你会种贵种其他嘅农粮作物。不过会种乜嘅，就冇讲清楚，大概乜嘅天时适合会种乜嘅，会用嗰啲田收，也冇讲清楚，所以大家问题全部都请教署长。大家关心的进口米问题，我想我们之所以这个要进口米，大家知道我们是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的一个协定，我们协定是当时的承诺是1年进口144720公吨，啊，这个是当时进口的协定，所以我们每年这个进口量会进来里面有65%是由政府来掌控，35%在民间，所以民间的进口米它要把它销售出去，它销售出去的方式有几种，一个是纯的进口米，像泰国的香米，它是纯的没有混；另外一种就是说它这个会用这个跟我们国产米去做一个一定的比例的一个参配，但是我们要求它一定要标示。也就是说，我这包米里面有30%是进口米，70%是国产米，它要标示出来，让消费者去选择，我是要吃这种米呢，还是说我要吃纯的台湾米？事实上，我们国产米有纯的100%的国产米很多，我们新乌农会出产的米就是100%国产米，大家认识品牌有这个米做，所以我们生产的良质米就是要走100%的国产米，这个销路去走，那个价位都会比较高。另外，大家讲的是说，我们的政策为什么会调整？事实上，我刚才提到过，
小叶大电农政策除了这个水稻的新叶种植的一个部分有调整以外，其他的部分其他作物通通都没有调整。但水稻会调整，就是因为说我们现在的种植小叶大电农种植水稻的部分呢，事实上是占了绝大部分，这跟我们原来的推动的政策是有背离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缓冲辅导措施，事实上我们就有6年的辅导措施之后呢，还是继续可以种水稻。我们新竹地区水稻可以种植，但是我们刚刚看了以后，2期水稻的品质跟它的产量都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8月份才种，10月份、11月份才收，这个就是东北季风来以后影响它整个收成。那我们何不考量一下，这个有的地区种1期做，2期做把它休耕。那2期有的地区呢，就是1期做休耕，种我们立回的，然后2期做稍微提早一点种。我刚刚跟那个江科长提到过，只要我们适当的提早种，到10月份就可以收，我们的收成会更好。我们宜兰地区，它过去也是1年种2期，它现在1年只种1期，它1种1期，它水稻1期做的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益更多。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思考方向去思考。像我们刚刚一个大电友说，他种了27公顷 ，OK， 我就租50公顷，我1期种25公顷，2期种25公顷，整个作业都还是存在，还是可以做。这个部分可以大家来思考看看，我们改良场也可以来协助大家朝这个方向，大家从这个地方最适合种植的作物，那把它处理，那我们休耕地也可以让它活化，那我们还是维持1年种1座，好，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谢谢。好，邱总我喊话请问的乡亲朋友也提出来啊，土台会鼓励安尼尊重嘛个，土台安尼土壤所谓的在地优势作物，真正会做在地图水台个填修的嘛个，今日讨论下来回答农民村民所提出来的意见，要从强做结论。要活化这个休耕地，最大宗的是以进口的杂粮作物来做替代，比方说，我们桃园我觉得牧草也是一个选项啊，可适不适合？我们的牧草也是一个选项啊。牧草它的经验也可以，它的收成的那个轮流时间也长嘛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当然，你种了牧草，我们就要跟畜牧业者来谈如何合作。那当然，我们的政策要怎么调整？他买进口牧草多少钱？我们生产成本多少钱？差额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都可以讨论的。对农民有帮，聊到治疗，聊到数据，就系农民需要啊。要提出来本基调么？好，柯总，咱爱聊的请问了，香港土地了下发是确定该奉行冇问题，你啊农民直接第一线会面对的系做嘛个？你着该建议着尽力到研究，做得本基调最好，最尾该建议系嘛个喏？最重要爱感觉重动是技术，唔系个动态的问题，系用因少。昨天我讲的黄小玉冇问题，用因少又少冇问题咧，整个倒退转来种嘛个。俺哋技术上，俺从台北都冇问题，所以俺人不是安样，冇法度行就行讲，你要种饭煮种埋东西安样讲是嘛？所以要好好做功课就错个啦教授，针对讲部门安样个回答还有农民提出来疑问，专门也强意来做建议啦，还有意见嘅分享。农委会也不可能答应各位，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的这个整个粮食的整个变动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粮食价格从2006年、2008年世界价格涨了2-3倍。那在未来呢，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风险大这个现象会维持。所以这一部分的怎么样的强化我国的粮食安全是很重要，所以农业会未来会越来越重要。那越来越重要，我们农友变成越来越重要，在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那扮演这样的角色呢，我们很期待中央能够研拟一套政策，要照顾农民农家的生活，并且他们很愿意投入，对未来的农业发展是有信心。那这样子的话，我认为对国家的发展是好的。那我们在过去都有几个建议，包括说要有直接给付制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告诉农友，这种自由化的趋势会持续下去，你会面对竞争那所以这对这些大佃农呢，相对其他的农友，它的规模大，竞争力大。一方面要怎么调试，另外一方面呢，自己的竞争力要怎么样提升？我想这是未来面对这整个竞争的一个重点。好，非常感谢教授还有3位来宾嘅回应你今日讨论下来，希望就台湾嘅农业做得永续发展。不过，材料政策改变嘅细节，大家唔
毋好实际啦，因为政府方面还系拄学校方面也好，也讲自信甲政策方面也好，都会多多甲填修，还较有实际甲行动力，做得大同应甲农民本记得毋是少，做得好好用心用力去耕种出最好甲农产品，还较了解系全球未来农业发展最大甲优势哦。出面大会呢，还会针对农业甲内容问题，都会相关持续的关心，也请大家毋记得出题any基本度突然性不该讨论，还会持续进行，也请大家持续收听any届全面大会。今日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来宾，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any再会。